第一題咧就下列邊啲有關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嘅陳述係啱嘅咧？好啦，咁其實咧好少咧就問呢個 APEC 嘅，咁成日都好多時候都係問呢個 WTO 啦。咁呢題就問關於個 APEC 邊一句嘅陳述係正確嘅咧？好啦，一咧就係佢會排解亞太地區嘅貿易糾紛。好啦，咁其實佢係唔會咁樣做嘅。其實呢個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咧，佢只係一個嘅平台啦，去讓一啲亞太區嘅經濟合作體咧，即係如果你真係參加咗成為佢嘅成員之一嘅話咧，大家就每一年有一個平台可以大家一齊傾下點樣可以促進呢一個嘅貿易啦。咁但係如果你哋有啲咩貿易糾紛嘅話咧，佢係唔會做和事佬嘅，不過 WTO 咧就會嘅。好啦，第二啦，佢促進亞太地區嘅可持續經濟增長，呢個係啦。佢透過政府同政府之間嘅高層對話，鼓勵亞太地區喺貿易同埋投資方面嘅合作，都係嘅。咁所以答案咧就係 C，只係2同埋3啦。